后来，这个小坑风台大电威力为恒春半岛扫过，当地是透暝变大雨、透大风，透15级到17级的超级强风。满洲乡的边200线道几排的电火条啊，一个牵连一个起去，甚至倒去。屏东县有23000户停电。轿车愈驶愈稍微倒平，因为几排电火条啊拢起去，芦荟头前驶，电线愈挖地偏。电线杆歪斜倾倒，许多车辆经过时候都得小心应急疏通过管路基地场障碍赛。几排电火条啊，就亲像无底座吐掉火，全部倒在地，而且倒尾1公里。就算闪过电火条啊，嘛是爱闪过海伫咧半空中的电线。驾驶经过屏东边200线道，就亲像伫咧开障碍赛共款，规气颠倒向西。那个风声是整个人都很恐怖的，就是打着。整个东西都一直吹了啊，树木也是这样一直吹，一直倒了啊，都断掉啊。小坑风台风雨真大港，电火条啊却吹倒几排，警察先来到现场做警戒，避免发生交通意外。嘛因为电火条啊倒去的数量实在是伤过头多，所以超过2万户失电，加上风雨直透线，台电嘛经派人修理，所以无电通用的民众得耐心等一下。Hello， 我是冯维之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